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丁牧师，平安平安。牧师，咱这集放送的时阵，差不多是圣诞节啊。咱这2年拢有唱圣诞的诗歌，今年嘛同款。啊，其实咱到即嘛录了114集，上这样听，还是第21集，就是台语的圣诞歌曲。差不多3000个人，遐人嘛走去倒位，即有遐侪人，但是可能就算讲你毋是基督徒，对即个圣诞的即个气氛啊，逐项嘛是拢有注意的。是啊，对啊，啊，咱咧迄个路线咱就捌讲过，讲美国的圣诞节啊，因拢会放一个影片，是史努比，1965年的时阵。迄阵就做一集，啊，尾仔就逐年拢会摕出来放一届安尼啦。啊，伊个故事啊，我简单讲者，就是即个主角或者 Charlie Brown 嘛，伊个查甫诶心情足无好诶，因为伊慢慢大汉啦，伊就感觉讲，即个圣诞节啊，除了讲摕礼物以外，迄个精神敢若毋知走去倒位啊啦。啊，大家咧比赛啊，这个即嘛，我啊无迄个比赛讲送个树仔装啊较水啊，啊尾仔就人讲，无咱来演一出戏好啊，啊来讲这个圣诞节的故事，但是嘛无人伫质疑讲到底是圣诞节还是讲耶稣的故事还是啥啊？摆迄出戏的时阵，就心情就无好，伊就大声讲。到底啥物是圣诞节安尼啦？啊，伊好朋友就直接背圣经哦，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4节，咱即马拄有新版的，咱直接来读，请牧师好啊。这个圣诞的意义哦，什么叫做圣诞？就是耶稣出生。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，迄地区有一寡各样的人伫野外，眠是轮流伫各因的羊群。主的一个天使对因出现，主的阳光四面甲因照，因就非常惊吓。天使对因讲：毋免惊，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今仔日伫大别城有一个救主为着恁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恁会看到一个婴仔用布包着，倒伫槽里。这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上赞上帝讲：愿阳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伊赐和平，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嘿啊，其实安尼听起来就感觉呢，这就是上早的圣诞的记载啦，2000年啦。啊，这个影片这是漫画，到遮了。Q 到淡薄变化，即个心情较无好的即个主角，马上啊，就甲大家较欢喜的，我做伙去甲这迄个舞台创较水的啊，让大家欢喜过日子啦。到上尾就大家合唱一首歌，就是着听天使对因讲，这今日就唱。这伫新圣诗55首啦。对，这个既有法度，但美国。逐年放送50几年哦，所以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。但是拄着什么耶稣啊，什么档信用的代志，而且还倒来看圣经啦，拢有写啦。咱先来吟这首好啊。这作者是 Charlie Wesley， 伊甲伊是一个兄弟啊，一个叫做 John， 叫做 Charlie。John Wesley 就是迄个咱即马。普通拢讲，一般拢讲卫理公会啦，创办者啦，我是巡礼宗的 Methodist，Method 是一个方法的，伊教一个方法安尼，所以这巡礼宗，但咱讲卫理公会啦，就是伫台湾恁若是就是当办卫理女中啦，当过大学啦，迄就是拢卫理公会办的啦。所以这是因写的一个诗歌，卫理公会人足爱吟诗。
因足爱姓氏，就无比长老教会较无爱的对，比长老教会较爱。安尼哦，长老教会较早是足古板的，敢爱吟诗篇呢。安尼哦，我是讲，那个大概做个拢手5-6条，所以就比咱个爱吟就对啦。对，因迄个为你讲话人足爱吟姓氏嘛，足够唱姓氏，啊嘛足够写姓氏。你像讲迄个杨伟一个兄弟，会写，啊后来为你讲话出足侪福音诗歌，像迄个 Crosby 一个目睭痴迷诶人，写过诗歌，足侪。伊嘛是为你讲话哦，伊为你讲话，了解。伊故事是足感动人，但是咱敢若有一段时间，伊个毋是咱的，伊个性讲话是感觉伊是异端的对了。应该公开，都那跟我无讲的，你另外一段，伊就无爱互因管呐，伊就是讲会出去外口宣讲啊啥，啊，性讲会感觉讲你应该爱踮迄个礼拜堂内底，对啦，才会使宣讲。啊，可嘛是安尼，因可能因基本上是甲性讲会是一直说，啊，尾啊怎登去啊？哦，即嘛拢合起来啦。对，早期有当时就为着一寡。咱即么看是细项，但迄阵伊感觉讲袂使放弃诶物件啦。所以安尼看起来，为你讲话，算讲较毋是遐尼主流迄个时代啊。但是尾啊，说有更较侪一般诶人民受到感动啦。啊，伫美国嘛足大呢。哦，足大。因就是去迄美国为你讲话，迄是可能上大吼。什么美仪美会啊、监理会啊，这个更能别听过啦。啊，基本上这卫理公会啦。对了。主要一个较心态的问题，甲无爱长老派就刚你问这个预显说啦。对，迄有定论啦。预定论。伊这个是安尼啦吼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John Wesley伊的强调较受的阿米尼亚的影响，这一个欧洲的一个迄个新的讲法。这个思想简单讲就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啦。上帝的甚至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迄个人嘛会当否定啦。所以伊咧强调这点。啊，总是伫圣公会，还是伫长老教会，伊强调上帝主权。所以一个是强调人这边，啊，一个强调上帝迄边。啊，所以早期无你若讲徛伫圣公会啊，长老教会这边的对因咧强调人啊呢，人的意志会当否定上帝的安排。哇，这讲这是咧讲啥呢？啊，所以但我先讲者，迄个有定论的差不多意思，我即嘛较了解，就是讲像保罗一开始咧迫害犹太人，尾啊伊煞变做基督徒嘛。所以伊会讲我为我妈伫我妈妈的腹肚内底时阵，就已经受到减选啦，精选啦，所以精选的教义啦。这是真早的意思，讲上帝意志，上帝那有可能毋知影这会发生，对啦，上帝毋知影变成上帝有所不知啊。对啊，所以绝对无一个所在是上帝无法度知影的，所以都有这个预定论啦，有定论，但是。像拄仔无说讲诶，就有诶教派较感觉讲人还是有法度去拒绝的。差不多是即摆不过伫加拿大诶迄个为你讲会甲加拿大长老教会，后来都合作一个联合教会啊。对啊，这到尾啊，有诶所在都有法度妥协，有诶所在就无法度妥协嘛。对啊，这个嘛，咱捌讲过。常迄个教内底传统就是吵来吵去，什么代志拢爱吵。不过你个想讲，伫台湾哦，其实台湾长老教会甲为你讲会关系袂介歹呢。你毋是捌去讲道过？你讲问，毋捌去讲道过吗？为你讲会我毋捌伫为你讲会讲道过。不过我记你捌去别个教派讲。迄是事实啦。圣教会迄是捌啦。但是即摆诶为你讲会，但像台湾诶基督长老教会，甲美国为你讲会关系嘛不只好啊。因派宣教师来，咱若卡出什么大神、男神欠迄个历史学诶老师，因有就请伊来教。毋是有一个
就是个唐美丽啊，叫出去。唐美丽就是伫台新，伫台新改时刷新刷改咧，平面叫出去，平面叫出去啊。可能这个会较明显，用掉掉。真明显就是咱有合作关系，伊才会来咱新人伊甲加切嘛。哦，安尼继续来看认真一点。这是唯一公会下来哦，创办人下来，一开始创会人下来，就是着听天才来吟诗。到即摆听嘛，要足水诶，无咱先读歌词好啦，请牧师读。着听天才得吟讲。归阳光伫新生王，地上和平人受温，上帝做人搁清君，世间各国着奋起，参加天君来欢喜，着甲天才斗声明，基督降生必利行，着听天才得吟讲，归阳光伫新生王。着听天才得吟讲。归阳光的新生活，地上和平人受温，上帝做人个清君，世间大国着奋起，参加天君来欢喜，着甲天才斗生命。基督降生必利行，着甲天才得人讲，归阳光的新生王。所以多迄首是着听天才得人讲，因为要押韵所以读讲，毋是讲。咱第二首要吟的是圣诞迷真安静，真安静。我嘛调讲经迄个话你讲话，所以原来是安尼，比咱较爱唱哦。我想讲，那足侪拢是话你讲话。因真爱吟圣诗，这是伫以前诶，算中国吧，迄个苏州一个所在牧师写诶，以前嘛未说经哦800个位诶即款诶，但是当然即马因为中国无迄个信仰自由啊，即马拢变过啦。已经教会第一个牧师是李正道诶阿公，李正道大家毋知捌听过？诺贝尔奖诶中国人，所以嘛是基督徒诶款咯。无，因家庭是基督徒家庭啊。李正道有一个小弟做李根道，尾啊捌做所谓反攻意识来台湾。安尼哦，我甲伊有熟悉，你向这我知，我甲伊有熟悉。伊尾啊，我毋知走对啊。伊尾啊，尾啊，要伫台中要用无党籍去选立法委员的款。要选立法委员敢若调查局有咧调查什么人咧甲支持，佮调查甲对我遮来。安尼，因为我知影我甲伊熟悉。这是未。这戒严以前，戒严以前，请我去台校友会馆请食饭。我叫了想熟，要知影话叫一个较贵诶。问甲上尾就是讲，伊主题我后来才知影，就是讲你敢有要甲落做选？我咧食饱伤型。我也咁嘛无调吧？你听起来无调，一般8000外票，我小可有印象。这主要是。古早诶代志，就这个时阵牧师讲出来，我这心底诶代志，足济。我参加调查叫做请我食饭过咧。这好像是牧师诶秘密。这我算是主要讲这嘛是迄个为你讲话以外，主要是讲因为伊嘛踮迄个中国遐要在地化啦，所以伊用诶迄个调就是较迄个中国味啦，东方即个味来用迄个乐理来讲，就是用钢琴的5个黑键啦。那有啥物工商绝子语嘛？较西用的，你听着无共款，就是因为用迄5个音，主要用迄5个音啦。歌词嘛袂歹，你就感觉用迄个华语写的感觉啦。咱先来读歌词好啊。所以伊这歌词，咱的像中国本内底有。台语版甲华语版的啦，可能要互你对照啦，因为本来是华语写的啦。
哎呀，所以咱先来读第一版那个请牧师读华语版好啊。那第一版请。圣诞暝真安静，星辰灿烂，天地灵，山明水清，万米安静。天顶歌声，威势别离行。客店做呢，降是圣婴。咱跳上尾一段好啊。圣诞暝真安静，救主耶稣打降生，博爱牺牲，公义和平，面貌荣华，亲像日东升，温光照耀，入暝无停。大家应该捌听过牧师读华语，这么长，像牧师读华语啊。圣夜清，圣夜静，明星灿烂，天地宁。水极山绵，万籁无声。青云缭绕，涌着伯利恒。客店漏巢，诞生天婴。其实无遐尼白话字呢。无，伊讲像青云，青云缭绕，写了新闻呢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青云是讲。亲戚的客亲子的亲，亲戚可能是讲色吧？什么应该是啊？迄个你描写迄个魂的啦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对，加青啊是安怎？我这以前人敢知影什么意思？我唔知咧。咱嘛继续读第三段好啊。圣夜清，圣夜静，救主耶稣今降生，博爱牺牲，公义。和平，圣容赫华，犹如日出生，恩光辉耀，照彻乾坤。哦，迄个甲咱第一无加点完，这什么照耀乾坤？这刚刚也在写的一个春联大爱门口一个感觉，圣容赫华。就是，咱小可，咱嘛叫欢呢，咱嘛小可迄个意思呢。但咱讲。温光照耀，敢面貌荣华，亲像日东升啊！有无？对，咱是叫欢呢。哎呀，但是圣容赫华的，刚刚较文呢，较文雅去。所以以前话无简单啦，咱来吟吧。圣诞暝真安静，星星灿烂，天地灵，山明水清，万米安静。天顶歌声，威势别离行。客店做呢，降世圣婴。这我要真迄个当样的迄个风，中国味的啦。对啊，跟咱惯习较无共款。但是嘛趣味啊，当时会使摕来吟安尼。啊，第三首或者来迎接圣诞，这就足新的，这是迄个单木星。咱差不多大概拢会讲着伊，但基本上应该住伫美国吧？是。伊个故事咱讲过啊，但我简单讲就是伊甲伊太太是美国人，因约克讲前半生伫台湾啊，退休了后回去美国，但是伊在美国伊嘛无赢了对，嘛是继续帮台湾翻译了，所以咱有真侪新的信息拢是伊翻的，这种嘛是。我是补充，我是感觉翁仔某有这款约定吼，教育行教育做，我感觉这嘛是一种翁仔某恩爱的方式啦。对，这故事我真注意啦。所以你听的，那比较起来就新的啦。这写书的人，写曲跟写书的人，这 Joseph Martin， 伊是1959年美国人。有个减我教会咧，系啊，但是伊诶背景我较无找到，就是老写姓氏诶人吧。但咱来读伊诶歌词吧。
打着来作乐，着来娱乐，打着互歌声充满逐角落，星辰真光明，纯洁灿烂。咱着来敬拜，金暝来迎接圣诞。哎呀，这真白话啊嘛，真意思嘛，真明吧？对了，听得知影嘿，继续。着念圣诞歌，吟新的歌，着来听天才出大声唱歌。伫遐有节会，光明温暖，咱着来敬拜，金暝来迎接圣诞。哎，我真爱教有迄个节会，蜡烛对，因为你若即嘛有伫教会，就知影讲进前顶落会是有迄个大降节的，是，就逐个礼拜拢会点一支蜡烛，对，搿种嘛是有，而且毋是讲咱叫拢开电会啊，是嘛是有节会啦，对，这应该是差不多9百拢有啊吧，对啦，大降节，因为我会记得。有一段时间，马街无爱人过圣诞节啦。对啦，对，马街伊这点伊性较特别。系啊，但伊尾啊，咱拢即马就爱。啊，教会主会所嘛，无咧过圣诞节。啊，对对，迄个教会敢若嘛无嘛。教会无啦。嘿，啊，但这时定拢是会外的人拢会来了解，上尾嘛知什么什么新北市什么圣诞城啊，四季拢有啦。啊。即讲，咱嘛捌讲过，有人较无爱用圣诞，爱用耶诞，就是较无爱承认迄个即个背后宗教艺术啦。但是拿咱来讲是耶稣又不姓耶，对啊，或者耶稣诞嘛，对。讲耶诞才是足奇怪。有道理呢。咱拢讲圣诞啊，毋通无注意去用去讲耶诞哦，那是圣诞。啊，佮上尾一节。圣诞请来，用爱充满阮，对天带神圣恩典互阮。圣诞互阮，佮充满愿望，带救主降生消息互阮，救主降临世间。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愿望的时期啦。记得这是有一个真水的恩典啦。好，咱来吟。打着来做啊！着来娱乐，打着予歌声充满逐角落，星辰真光明，纯洁灿烂，咱着来敬拜，金暝来迎接圣诞。这伊其实本来写就长的啦，伊个曲上拢会变化，较适合迄个合唱团、的圣歌队去唱。伊定拢是我网络看人迄个影片，拢是规个迄个敬拜过程有即个开始，所以这真适合做开始。来讲啊，咱就进来组织啊，来吟诗安尼啦。其实后壁佫有歌词，咱个读者好啊啦。打着有阳光，着有和平。打着有应允，公义得完整，天庭打出声，真光灿烂。来，忠信圣徒，今暝来迎接圣诞，咱着来作乐，咱着来唱歌，咱着来敬拜，今暝来迎接圣诞。来到马祖前，跪落拍拜伊，今暝来迎接圣诞，平安暝。这要讲就是讲，敢若无买做对不对？对啦，即马拢无迄字买哩啦，因为迄阵犹太人无饲买啦，应该是饲羊啊啦，买是买啊，他传入去的，所以即马敢若大部分歌词拢就写做的好啊。对，阮写我有参与伫个修改华语信息啊，阮这里拢甲反正折哩啊，是讲什么折吼？羊折吗？是羊折，刚怪怪。不一定，有当牛折啦吼，然后迄个，我就唔通买的，对，唔通买，就卖脱离情景伤远嘅。系啊，虽然讲大家敢若听惯势，但是实在迄阵无买啦。对啦，这趣味大家知影得。继续来吟迄个第4首啊，万王的王，主的主。这个新圣诗的第58首，经这首嘛是因为有真有迄个特殊的气味啦，这是马来西亚，
啊，这个洛维道这无错绝对知哦，对，你简单介讲一下。罗维道老师是迄个男性毕业啊，后来加州读伊的音乐博士吼，特别是读迄个民族音乐。啊，伊伫了解这，伊迄个伫旧的姓氏吼，伊就已经参与伫姓氏的编辑啊。啊，新的姓氏吼，搁较毋免讲吼，伊差不多整理资料啥吼，伊差不多第一大功臣啦。啊，伊当然嘛是做捌做过男性的院长啦，捌做过院长啊，真迄个真钦佩的长辈啦。啊，你有感觉伫咧？要伫咧，我有当时一寡姓氏的问题，抑个会敲电话问伊哦，真直接，直接啊！我就讲啊，这是安那用这个字，啊，这是用这个迄个，我直接问伊啊。了解。你问别人话，那个转一手，他讲唔对啊。哦，所以即话个认真空间的对啊，因为要尽量行咧啊。对啊，因为像这本2009年到即嘛拢无改过，其实嘛要20年啊，10几年去啊。我。对，这首就是马来西亚伊加迄个应该是翻译啦，啊，翻做台语安尼啦，啊，伊的曲嘛是马来西亚的气味啦。咱先来读伊的歌词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人君就是伊。以马内利主圣囝，咱着为雷来赞美。天使甲天君，传播这佳音。冬天夜色温暖。牧者听消息，欢喜未孤独，感激跪落称赞。对，所以咱都爱读迄段，就是你看伊这内底拢差不多是段编出来，就迄段圣经啦。就这牧者有听着真欢喜啊，啊，伊则是佮加起讲迄个跪落来学乐啦，啊，像拄仔讲天使甲天君来，这嘛是迄个内底有写，啊，主要是讲。咱头拢会讲到一个是带来和平啦，所以定来拢会和平即句啦。所以咱来读第2节好啊。基督是救主，基督是救主，为万民出世，带和平入世间。咱做伊摇拿，照顾甲伊听，也得伊伫帮赞。对，一开始是做婴仔啦，啊，有边仔人甲照顾大汉安尼啦，歌词嘛，算讲真合伊的原本的圣经啦。主要是一曲真活泼吧。我感觉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人君就是伊。以马内利主圣囝，咱着为雷来赞美。天使甲天君传播这佳音，当天夜色温暖。牧者听消息，欢喜未孤独，感激跪落称赞。这乃是咱今日第5首，天使歌声对天来。这都毋是东方诶，这本来是法国诶。其实伊本来曲就真好听。也是，是一个英国人甲翻做迄个英文，传到全世界啦。应该是爱尔兰人啦。伊迄个时代的两个拢是啦。伊个歌词可能本来是拉丁文。所以有伊个主要是一句伊的副歌，就是拉丁文，就是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吧，就是讲荣光至高上帝吧。咱一唱你就知影第一首啊，这绝对有听过，这实在伤红啊。只是讲我一直毋知影讲台语有翻出来。有啦，这我细汉就咧记嘛。对，讲，我发现跟迄个拉丁文咱比起来嘛，算讲跟这调就合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伊在后壁迄个声较复杂淡薄啊啦。无咱先来读歌词好啊，请。天使歌声对天来，关山飞鹰透天涯，美妙声音真响亮，好听教曲遍地响。俄罗主
阳光至观上帝，俄罗主阳光至观上帝。咱个读完了，我讲这故事真好翻的。牧者声书大欢喜，快乐歌声无停止。什么消息得传播？互因称赞当俄罗。俄罗主阳光至观上帝，俄罗主阳光至观上帝。第三节，就来别离行条件，天使所报圣婴儿，跪落敬拜当尊崇，基督做咱新生王。我那现在想讲，伊一在圣经在，这样我既然我到下出这里才笑，对啊，较差人笑到老，这差一个，但是敢若迄个 image 嘛无共款哦，较强调大概某一个部分安尼。好，咱就来迄个来吟吧。天使歌声对天来，观山飞越透天涯。美妙声音真响亮，好听到极遍地响。主阳光至观上帝。阳光至观上帝。好，今日上尾一首，第六首，或者为这地土地，阮诚心祈祷。其实我前捌听过，但这个印象较深，是因为迄个我去东京嘛，迄个的选举选了，过去。无所以是讲要分去，反正我以前的想讲去参加东京朝阳教会迄个聚会，一开始去就讲主啊，长台湾选举，阮实在真失望。我嘛真失望了，但是伊就继续讲，但是有诶代志，咱是爱过一段时间去倒来看，才知影上帝为美好诶旨意。但是我甲拗转来对啊。但是伫吟这首的时候，特别有感情，因为我想讲，咱即马要吟这个圣诞歌曲，迄歌词拢足成诶。但是有诶调不共款啦，是安怎？我想要拣一首较台湾诶，尾下咧找着这首啦，嘛甲迄个即个去东京诶金庙馆啦。无叔本来就真爱这首吗？我本来就爱这首，我过一摆听到一个人讲这代志，我就更加感动。200事件吼，台中有一个律师受害，尾伊诶囡仔大汉去到美国，即马伫美国礼拜，伊讲伊逐摆若吟即首诗吼，拢吟用袂好，迄个对台湾诶迄个听，迄个感情归拢出来。了解，系啊，这下一人是有这个谢宏文啦，伊是现代人，国立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，伊的写几啊8首几啊千首拢有，伊嘛是参加迄个福音队献歌队的，来世界去宣讲，捌去过香港啊啥，伊嘛有写真侪文章，真互感动，算真拍拼伫做主的工啦，这首是上侪人听过的，华语或者粤那款对，台语是为这地土地，阮诚心祈祷。我感觉台语较水，我嘛是安感觉，台语较水，对，咱因为咱这无已经偏差去啊，咱不然就讲台语有这个感觉，咱先请我说读歌词好啊。为这地土地，阮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。哪讲全地变照，为这个城市，阮谦卑恳求，愿主使活命，互阮骨肉得救。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圣国降临，愿丧香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旨意得成，愿愿望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
歌词真水吼。是就讲伫圣诞节庆祝的时阵，一年嘛要煞嘛，有好有歹，总是愿上帝旨意伫正啦，圣国降临，这写了真好啦。啊，特别是咱爱为着咱即块土地祈祷啦。好啊，咱就来吟吧。好。为即块土地，我相信祈祷，愿主的真理，那更传递遍照。为即个城市，愿减卑困求。愿主赐我命，互阮骨肉地球。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心国降临。愿颂香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旨意伫正。愿毋忘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我这个真感动。哦，我真感动。你会知我以前伫当家时阵，迄个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记无大起来？你大起来？无紧啊，我就互你知影者。哦，愿全能天父上帝，原来伊原个是全能阿爸天父。哦，伊本来是阿爸天父啦。罗伊多吼，看阿爸天父吼，真歹听。哦，怎个改做安尼天父上帝啦？我敢若冇听着阿爸天父。改过啊。哦，所以尾啊，即个版是改。哦，所以即嘛咱这版是修改过。天父，天父上较因为阮咧翻华语版，就是有人将规本拢翻做华语，然后总会有派6个人来一首一首甲检查，看有下迄音韵无，啊看教义对啊毋对吼啊，你检查，啊讲到这是。就是路伊就讲，即我甲改安尼，看逐个天父较好，伊安尼较好。啊，华语伊讲阿爸天父，感觉足奇怪。全能阿爸天父，我刚刚捌听过阿爸天父，哦，咱即嘛是天父上帝。好啊，其实圣诞节甲彼个音乐敢是合作伙哦，不管什么所在拢听会着。对，啊，你到迄个音乐一出来，大家就想到圣诞节啦。啊，但是有当然。有知影几首来吟袂歹啦，听音嘛，路顶嘛，想到这歌词啊，想到故事真要紧啦。咱上尾来讲一样代志，即个去耶路撒冷啊，去伯利恒，因就讲，阮遮有3个圣诞节，我说知影嘛？但咱即嘛，一般是12月25嘛。是，这是西方来传统。东方正教会因是讲，因较晚。1月6号啦，对，啊，个1月19号，是因为进前伊的律法跟像无共款，所以即嘛是存迄个亚美尼亚人一样，所以阮才有3个圣诞节咯，因随时拢会使来。啊，毋管你是毋是基督徒，这日对世界拢有一个真和平啊，真喜乐感觉啦。啊，上尾我读迄个，就咱嘛录真久啊，其实中间拢有真侪人。写留言来鼓励咱啦，咱即嘛这好时机，我经几个来读啊，嘛互无数有机会回应啦。来讲，这个是写讲，感谢您这个 podcast 给我很大的帮助。虽然身在台湾长老会，但是台语一直不太轮转。这个节目帮助我很多，我想应该是华裔啦，我华裔读。对啊，那嘛有人写迄个。台语哦，无说你听到这干嘛真欢喜？当然听到真欢喜啊！互人安尼感觉爱听台语，爱听台语吟的诗，爱听台语讲的信息，我感觉足欢喜的代志。啊，迄个，但是我感觉丢落去应该是真好学台语的所在啊！呢，所以大家尽量去参加迄个台语堂。迄个阮教会有迄个
有问卷调查，讲你要参加什么小会啥，我讲希望有白话字的台语，台语组会，大家来学白话字，但毋知当时有诶教会已经有啊啦，去遐教会去我看教会可能学台语较紧啦，家己要求啦，嘛感谢即个听众朋友，我知真侪人拢有继续伫听啦，阮拢有看伫数里，我有感受到，个另外一个读一下啊，你好，几个月前无意间发现这个节目。本来想让我的父母用台语收听，所以我那用台语写真要紧，让他们尝试接触基督，后来自己却深深的喜欢。我刚受洗，借由收听节目增长我对圣经的知识及感动。我一直想跟你们说声谢谢，你们的节目带给我满满的收获。这嘛袂歹哦，挺好。哎呀，好啊，无是有啥物补充无？圣诞节今年。圣诞节都跟期待讲，大家人毋通看到商业化的圣诞节啦，真正想着耶稣基督降生对这个世界带来平安甲和平啦。哎呀，嘛，请大家为着台湾祈祷。哦，这一定的，尤其咱边仔带一个歹厝边吼，迄实在是真麻烦。是干吼，今仔日就甲你禁这，明仔载甲你禁迄哦，实在是安尼好。互遐正做诶人，互遐饲鱼诶人，实在是麻烦有够济啦。咱爱为因祈祷啦，愿上帝怜悯甲帮助嘛，甲因啥个地地啦，会当改变这个国家啦。好啊，想要咱来读金句，无输请。我来读诗篇106篇第3节。所有依护公平、不时实践公义诶人，真有福气。我佮读一摆吼，所有维护公平、不时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